这几天全球的股市嘛是青顺顺哦，今仔早起亚洲股市嘛拢落，日经指数盘中是落破55000点，韩国的股市盘中是上侪落180%，嘛暂停交易。台股今仔嘛大落2000点，收盘是落1494点哦，嘛是史上落第三济，指数落破33000点。外界即马是真关心讲国安基金敢会进场来护盘咧。行政院长邓英台长是表示讲，股市因为战争造成波动，会请国安基金的委员来讨论。中东指挥也未停，金融市场偏险情绪升悬，台股延续盘势，这是早盘开价行价，开盘34628点，盘比较8点，盘中盘势扩大，那盘超过34000点。北盘到32950点，盘1373点，创史上4大8点。电子款大股第一电，开盘1895块，盘中股价上价到1880块。那外资其实昨天呢卖超了947亿啊，新春开红盘之后呢，这个外资在台指期的净空单的部位，到昨天为止也增加了大概差不多有13000多口，减码的这个迹象是非常的明显。南附近亚洲的股市起盘也正大，日经平均指数开盘行价盘808点，盘中北盘1900点到54301点，盘了55000。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伫前一个交易日当盘7%了，盘中又个盘超过8%，高发生熔断危机，暂停交易20分钟。前一波的低点来到31000多点吧，那个是年前的一个洗盘的一个低点。这个位置没有破的话，我觉得市场上有没有比较明显的恐慌，事情尽快进入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相对高。台股连续几多天下盘，国安基金是毋是搁再入场？行政院长杜英台吹三讲，若股市起盘到一定程度，会请国安基金的委员讨论。另外，金融业对中东这个所提出的风险也引起注意，金管会会公布详细的资料。占保险业总资产38兆2691亿，它的比重是4.62%。这是114年年底的一个数字哈。依照统计，到2025年年底，咱个银行、证券甲寿险业对中东这国的总风险2兆3509亿。前三大投资国家分别是阿联、沙国甲卡达，其中86%是投资部位，寿险业是风险的主体，占1兆7680亿。出来经济主管机关会密切的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